真侪自闭症患者拢有无共款的灾能。伫屏东胜利之家，就一位少年人，号做林贤成，伊本身就是重度的自闭症患者，不过伊真够斗图。胜利之家即卖也协助伊做职业训练，希望利用斗图的才能靠家己趁钱。 甲一片一片的片仔斗做伙，桌顶是2000片的斗图。林贤成真专心，看起来嘛真享受。伊是重度自闭症，袂晓甲人讲话，斗图是伊上爱的代志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双脚因为一直跳嘛，他不喜欢这个活动，他就一直跳，变成他会有淤青。那爸爸就觉得你奇怪，他为什么会有淤青？那后来我们发现到这个时候，他拼图的时候，他会很专注在那个地方，也不在于弹跳。 然后也不会发出声音。原来林贤成对细汉就爱耍斗图，国校6年要开碟外钟的时间，就完成1000片的图。即马2000片、3000片的图拢唔是问题。伊来到胜利之家2冬外，教保员发现伊对图像敏感，就利用斗图引带伊进步。不过上1000片的图拢真贵，就想着会当叫伊甲人斗3工斗图。 既然有迄代课拼图这个行业，我讲那安尼伊个汉尼亚爱讲拼图，爱做拼图这件代志，然后就想讲，那无咱来试看卖啊，看敢会当，互伊有一个甲伊这个兴趣甲伊的未来职业当结合。即马林贤成已经开始接客户的案件，会当靠家己趁钱，互因有机会学习照顾家己，嘛会当减轻家属的负担。记者陈亚文为做屏东报道。